什么声音？好像是骑兵。靖安王来。铁骑现在才入场，好一个靖安王！奉这个敬卫。 王爷，哎，徐凤年呢？前辈，帮我看住他们俩。你都这样了，还想出去？只能是我去。 王叔，王叔的佛珠呢？没带着。这就是你的全部手枪？王叔可否介意不说话？跟过来。我随世子过去。 你们留下，我陪王叔单独聊。王明银死了，天下第11名不虚传，幸好小侄身边有两袖青蛇的李淳罡。 剑神犹在，就在方才那辆马车上。那你还敢跟我过来？为何不呢？留在李淳罡身边，或许你还能保住这条小命。王叔又不杀我，我担心什么？不杀你，我请来天下第11做什么？王叔若真要杀我的话，大军出击即可。 何必请什么江湖人士？那你觉得我让王明营刺杀你，是为什么？芦苇荡这场刺杀，是杀给别人看的。杀给谁看？京城啊，皇帝啊。北凉尾大不掉。 青州又何尝不是统领大军？都是藩镇。王叔若不刺杀我一场，当今陛下怎么能对您放心呢？原来你也知道，青州和北凉注定为敌。大势所趋罢了。原来呢，事情很简单，你只要把王令权交给我，你就可以离开青州。 可现在，你我都无路可退了。那是徐骁想的办法，我不喜欢，所以我自己找生路。调戏本王王妃，就是你找的生路。再相反，乃至整个青州，人人皆知，王叔最宠爱的，就是王妃裴南伟。青州境内都知道。 晋安王将王妃裴南伟视作珍宝。世子赵寻呢，曾经痴迷裴南伟，后来呢被晋安王娶做王妃。成亲之后，晋安王对王妃宠爱有加，那不仅仅是襄樊城，整个青州
都知道王妃是靖安王最爱之人。而我呢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靖安王到底是怎样的人物？当年众王夺嫡，王叔城府最深，麾下嫡系不到最后时刻绝不显山露水，只是时运不济，才败给当今圣上罢了。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一个城府如此之深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让全青州都知道自己的弱点？王叔若是真宠爱裴南伟，只会把他深藏府中，绝不让人知晓。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？退回去！靖安王好慷慨啊，居然让自己的王妃给我们陪葬。一个有弱点的人，自然会让人放心。只是，只盯着表面上明显的弱点，会让人忽视真正的危险。裴南伟是我的弱点，只是王爷自己造出来的弱点罢了，推给人前看的。现在聊的是杀不杀你，你跑题了吧？王叔送来的弱点，正是小智的生路。王叔其实心知肚明，一直有一条可以光明正大放我离开青州的理由，而且还不会遭到朝堂猜忌。宋直千里。当我看到这4个字的时候，我就和裴南伟说了，王叔的这句话有2层意思。2层意思。第一层好解释，千里向下，视为九泉。王叔想要送我归西。第一层嘛，是给天下人看的。我调戏王妃，惹来杀身之祸。第2层意思呢？这第2层意思，王叔是在送礼，把礼物送给小直，送至千里之外。礼物是什么？那自然是裴南伟了。本王把自己的王妃送给你，这才是王叔不杀我最好的理由。小直好色荒唐，胆大包天，不仅调戏王妃，还把人掠走了，最后以王妃性命要挟王爷。王爷无奈，只能放我离开青州。更妙的是，这一放之后，朝堂绝对不会担忧青州和北凉暗中联盟，毕竟夺妻之恨绝无转圜余地。若本王真的想放你走，又为何要闹这出芦苇荡刺杀呢？不刺杀的话，朝堂怎会安心？假刺杀，刺杀不假。我若真的死了，那就说明我没资格做王叔的盟友。盟友？有深仇大恨做掩护，青州和北凉未来或可同舟共济。前提是等你继位北凉王。王叔就不想试试，再去争一争的位置？徐骁生了一个好儿子。方才乔建姑娘动手了，我们都要杀徐凤年。
可以联手合作。1000两黄金都是我的，滚！不然杀了你。滚！好嘞，那我就先滚了。吃死的！这本刀谱是本王从武帝城求来的。既然你使刀，总会用得上。那这木盒呢？里边是半柄木马牛，李剑神的佩剑。正是。虽然被王仙尊折断，可就算是断剑，在剑神手中也是神物。提前准备，您是早就知道李淳刚与我同行？就知道李淳刚在，才放心让天下第11出手刺杀。刺杀就得真实，可是也不能让你的脑袋真的搬了家，不然徐骁那个老疯子铁定马踏青州。王叔，我是想礼佛，可没打算自己去西天极乐呀。你可以走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花了1000两黄金，让一个女孩杀我？有这回事儿？和合姑娘是你训练出来的杀手？你问太多了。最后一个忠告：不要带裴南伟去武帝城。这个女人有问题，我怀疑她是故意接近我儿子，所以我干脆先把她娶了。他走了。没错，把你留下了。你就不想问问，我准备对你做什么？我倒是有一个问题。你说。你送走王灵泉，约我来芦苇荡，是早就猜到有一场刺杀。是有准备。你给了王家生路，可最后还不是让凤子影为你冒险？这些人，全都是因你而死。徐凤年，你的慈悲可真虚无。放肆！
这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凤字营100人随我出北凉，与中域副将洪甲战死45人，春神湖船战又有2人牺牲。今日一战，所剩者不足10人。这些战死者和王勃一家一样，都是我北凉子弟，但他们身本不同。王勃一家是普通人，而凤字营是军人。军人的意义，就是用自己的血和剑，保护像王勃一家这样的普通人，平安无恙。所有的这些牺牲，我记在心里，我很难过。但如果再来一次的话，我还是会这么选，因为我无法逃避，我也不会逃避。自始至终，我徐凤年都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，一同面对上司。能与世子并肩作战，是凤字营的荣耀。世子，青鸟还没醒，人在那辆车上，有人守着。幸亏我撑住了，要是让靖安王看出我身受重伤，还不一定能放我安全离开。你倒是做了个好买卖，一早就想着劫走王妃。要不是靖安王给机会，也不会让裴南伟来芦苇荡送信，大家心照不宣罢了。你和那老狐狸心照不宣，一窝火。他是狐狸，本世子是雏凤，反正都是禽兽。你这画风越发犀利了。说到禽兽，我想起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还记得在青城山遇到虎魁被杀，那时候我在林里走散，见到有人骑着巨兽呼啸而过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杀了虎魁。我看见了，从我跟前跑过去的。长什么样？跑太快没记清楚，就记着黑白杂色，而且背上还背了个人。现在想想，那背影和刚才刺杀你的那个丫头特别像。你是说虎魁是呵呵姑娘杀的？那他从青城山就跟着我们了？不对呀，那个时候还没进青州城呢。难道他不只是为了靖安王的千两黄金杀我？他在骗你。那他是在灵州城卖酱牛肉就伺机想杀我？也不对呀，这么多年那么多机会，干嘛等到现在才动手？哎，你到底跟那个什么嘻嘻哈哈姑娘有什么关系？我就买肉的时候见过几次，我都不知道她名字。我看她整天笑呵呵的，给她起名叫呵呵姑娘。还有啊，靖安王提醒的对，裴南伟不能跟我们通信。你先考虑考虑自己吧。我怎么了？你眼睛都在流血。这便是七窍流血吗？听说过这词儿，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亲身体验。再体验下去就得死了。前辈，除了上次说的毁丹田，还有什么生路？有，请前辈明示。消化真气，脱胎换骨就能活下去。脱胎换骨？大黄庭在你体内潜藏，日积月累的慢慢融入经脉，虽然稳健，可消散的越快。本来按照这样下去，最后你能接受的最多也就30%。如今那个丫头将你重伤，气息紊乱，
如果你能够趁此机会强行吸收，成功之后，大黄庭你起码能吸收50%以上，这对你来说就是脱胎换骨了。也就是说，不但能活，功力还能长。不，强行吸收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！经脉冲破，有如千刀万剐，那种痛你能熬多久啊？需要挺多久？不知道需要多少时辰。这期间每一刻都有如伸手刮血。一旦开始，便无退路。只要你放弃了，立时经脉寸断而死。这种痛，不是人能熬的。我想试试。你身为北凉世子，已然位高权重，就算你不会武功，你何必冒这种险呢？老黄挑战王先知而死，总有一天，我要替他再战一场。就为了见九皇？我娘的死，凶手为之。将来，我要亲手为他报仇。决定了？是。这是你自己选的路，死了不能怪我。不怪前辈，是我自己找死。你不劝劝他？换了我也这么选。行，把衣服脱了，选个舒服的姿势坐好。小子，你坐稳了。我现在将真气帮你导入经脉，之后就靠你自己熬了。多谢前辈。来。这才刚开始呢，忍着点。前辈，你们帮不了他的，这千刀万剐，要他自己扛。再疼也比死了强。死了就什么都没了。怎么没声了？疼了那么久，怕是喊不出声，也没力气动了。这都几个时辰了，还要熬多久啊？那得看他自己。那熬不住呢？哎，熬不住就得死啊！前辈，世子若死了，我们这些护卫怕是都要陪葬。还请前辈救世子一命。没办法。我看世子是熬不住了。世子养尊处优，哪受得了这份折磨？事已至此，不如想想自己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投靠北凉，一是找个依靠，二是跟王爷求你们白帝抱不绝。不过投靠归投靠，我可没打算把命交出去。你要走？世子一死，谁知道王爷会怎么处置我们？现在走，兴许还能寻条活路。逃兵当斩首论处。我是护卫，
不是军人。宁将军，让他去吧。许福年是熬不过来了，我劝你们别想想后果。这就尴尬了。你说你晚走片刻多好。请世子治罪。我以为你会逃。既然世子没死，留下来，好处会多一些。起来吧。世子，这种人留不得。我会把那本《白帝抱朴诀》给你。舒修愿为世子效死。这就是场面话了。你我都清楚，你不愿意死的。不过没关系，用人嘛，不一定非要同生共死。北凉那么大，怎么会容不下一个舒修？徐骁之后又是世子，北凉气数当心。这附近有溪流或者水潭吗？这衣服都粘上了。刀枪不入的麒麟甲，什么刀枪不入啊？还不是被呵呵姑娘一手刀打成这样？那丫头功夫诡异，要没这套甲，你已经死了。可惜没有第二件了。反正也用不着了。大黄庭几重了？按武当的功法算，有4重了。你真是踩到狗屎了。王重楼自己也不过6重大黄庭。那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呵呵姑娘。你把命给她就是谢礼。前辈，我现在算高手了吗？高个球，倒是心性还算坚韧。那您考虑不考虑，传我几手上乘剑术？用刀的非要学剑术，兼容并蓄嘛。贪心不足。这就是两袖青蛇，到武帝城之前学不会，就是跟你无缘。您要把两袖青蛇传给我？传就传呗，你也未必能学得会呀。看什么？靖安王不是把木马牛还给您了吗？怎么还拿着木剑？我给扔了。扔了？为什么？断了的剑，拿它做啥？那可是名剑，你舍得？到我这境界啊，铁匠铺只要把盾剑拿着，一样是剑神。您什么境界啊？天不生我李成刚，剑道万古如长夜。夸自己夸到这份上，世间罕有。已经谦虚了。歇够了，也该走了。对了，前辈，您有考虑过成亲吗？您觉得裴南伟怎么样？你是在水里泡糊涂了啊？说真的啊，这位王妃啊，那可是个烫手山芋，连靖安王都觉得她来历有问题。咱们这一路要是带着她，不知道惹出多少麻烦来。
可又不能把他送回襄樊。要是您肯接手的话，肯定镇得住他。滚蛋！魏爷爷，世子，前辈，青州骑兵追来了。不应该啊！靖安王要杀我，何必等到现在？是世子少巡，为王妃而来。看看，麻烦来了。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走。又见面了，这脸上的伤好了没有啊？把人交出来。哪个？接我靖安王妃，你是我青州无人吗？就带这么几个人就敢出来拦人，你爹不知道吧？这是我青州与北凉之争，与江湖人士无关。哼，怕了？凤子营请战，愿擒下此人，交与世子发落。要不这样，我帮你问问他，他要是愿意跟你走呢，我就放人。你都听见了，想不想跟世子回襄樊？瞧，不乐意。怎么可能？定是你胁迫于他。别他呀他呀的，论辈分那是你娘。准备冲阵！世子，路手有罪，见官问法，世子受苦了。世子，路手来晚了，世子，快给路手看看，世子，受伤没有啊？啊，好点没有？有山这怪物也来了，还有李淳刚。这个怎么杀小舅子？太难了吧？凤子营失职，这世子受伤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世子，谁呀？啊，靖安王世子来冲阵的。那可真好啊！楚禄山，你身为三品武将，怎敢私自带兵出北凉？废话这么多，宰了吧。人家毕竟也是个世子，宰了说不过去。这好办呐，全宰了，再放把火烧得个干干净净。都听见了，你这会儿走还来得及，一会儿打起来，我可拦不住他。世子，楚禄山以残暴出名，真要骑兵对冲，恐怕难以取胜。今日之耻，来日必报。你敢再指我家世子试试？回襄樊。等会儿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都管我呀！走。还是世子官人。要我说，这种货色宰了也就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义父让我来的。徐骁啊，他不是在京城吗？义父说有药英送来见罪，我便率本部骑兵来青州寻世子啊。哪儿来的药英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那天我看见药英来了，我就出发了。还好让我赶上，没让世子受委屈。等会儿，他让你来青州干什么？他没说呀，只说让我听世子吩咐。要不，我随世子去武帝城吧。胡闹！那世子说我该做些什么呀？回北凉。啊！我这么大老远来的，你这让回去了？
要不，你让他们回去，我一人留下。你是从三品闯青州已经是极限了，再跟着我京城怎么想？那我就辞官了。胡扯！大脚蛋，是闭嘴！我说这等会儿，等等，这么说起来，还真有事要交给你办。这就是靖安王妃，是挺水灵的。这2个人，你给我送回北凉。把我交给楚禄山，还不如杀了我。哎，你瞧瞧你这什么名声！王妃放心，虽然我楚禄山什么脏事都做过，但唯有一样，誓死交代过的人，打死不碰。青鸟送回府上，好好调养。至于他嘛，毕竟身份特殊，不能留在府里。不如我寻个院子，把他藏在胭脂郡。倒也可以，不过得保密。陆球明白，谁都不说，好好守着，就等世子回来慢慢享用。什么叫我慢慢享用啊？这位论辈分是我婶婶，所以我才要保密呀。少废话，把人看住就行。遵命。我知道你身上藏了秘密，等我回了北凉，慢慢问你。世子，你醒了？我不回去。你身上有伤。青鸟愿随世子同行。楚禄山不会随行。大师傅，您要亲自出手？我不能露面。您不出手，还有谁能从李成钢手上杀徐凤年？就算我出手，也未必能胜过李成钢。啊？那可怎么办啊？如今5具福将红甲，就剩下1具金甲了。去龙虎山吧。龙虎山，找龙虎4天师。去后山深处，无底潭边找钓鱼人。要直面李成钢，只有靠这一位出手。您说的这个钓鱼人，是隐士高手吗？可是人家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帮我杀徐凤年？他叫赵皇朝，身上也流着皇室的血脉。皇族。徐家终究是皇室的心腹大患，从这一点说起，他应该会出手。徐凤年一死，我得亲自在旁推波助澜，才能让徐骁反出京城，导致天下大乱。你就有了夺取社稷的一线机会。多谢大师傅，担心接力。一切谋划都要从徐凤年之死作为开端。我明白，这个小舅子一定要死。您千万保重身体。这一路上，如果有人对您恶语相向，您都记着，回头一家家灭门去。这话你都敢说，你是连军法都不怕了？您比军法重要。还有一个事儿，你上上心。王林泉一家已经回了北凉，你帮我照顾着点儿，别让王家受委屈。世子放心。
吕钱塘战死在芦苇荡，这是他的骨灰。你也帮我带回北凉，找找林家最后安家在何处。他临死前说，想把自己的尸骨撒在江里，但我觉得他还是想回家的。让他回家吧。我一定办好。世子保重，驾！于右威到哪儿了？就在前方不远。咱们先去找于右威会合，再继续东行。是。你呀，一时气血不平，睡了一会儿，已经好多了。世子，我还可以驾车的。别废话，好好养着。下一站去哪儿？江南，去见我大姐。楚禄山是徐骁派来的吧？是。来的还够巧的。我以为自己没选他给的路，但是到头来，我的一举一动还是在他意料之中。哼，那是你爹啊！天底下没有比他更了解你的，他给你织的网啊，你逃不掉的。出发！这。青州的消息传过来了，你儿子色胆包天，竟然把靖安王妃给掳走了。我听说啊，靖安王是一怒之下砸了佛堂，还请了天下11王明银出手刺杀。倒是没想到，你竟然把李淳罡都请出来了。你儿子李王妃要挟，靖安王只能放他离去。可这一下子，你们北凉和青州的仇可就结深了。恨北凉的人多了去了，不差一个赵恒。哎呀，你说世子如此荒唐，你怎么想啊？我没什么可想的，那得看看陛下怎么想。陛下很高兴。哦，如此荒唐的世子，对陛下来说很适合北凉。哎，那你说说，这陛下打算什么时候见我？等等，再等等。你儿子出青州过豫州，很快就到扬州江南道了。凤年这孩子重情，老想去看他那个大姐。江南的消息你知道了？我人在京城，眼瞎耳聋的，我能知道什么？听说，你的大女儿在江南道
行事放荡，与别人私通。卢家把状子都递到圣上驾前了。这一步绝了！如果呀，你没留意杀机暗藏，这局棋你输定了。没救了。你知道什么样的棋手最可怕吗？一不识算，料敌先机。哎，搅局的棋手最可怕。不算，重来。师傅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哪儿去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要不连胜你3局，你哪儿都去不了。你看几天，被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啊，我呀，来吧来吧，啊，哎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小姐，你做什么？卢家门风清正，到头来被你这个放荡女坏了家风。徐之火，你在外面勾引男人，闹得全城皆知，简直是不知羞耻。羡慕吗？你这个无耻荡货！可怜呐，你怕是想做荡货，也没人要。我撕了你个嘴！做什么？我给你放开我！二乔，让开！放开我！不是要撕了我的嘴吗？请吧。你以为我不敢是吧？我就赌你不敢。动不动手啊？书还没有看完呢。卢家娶了你这种女人，简直是家门不幸。小姐，卢家人越来越过分了。你还笑？我当然要笑了。我今天心情特别好，因为我弟弟要来了。这么一算，应该再有2天，凤年就到阳城了吧？终于到了。进城先问问卢家怎么走。世子，要不等一下后面的马车？我先去找我大姐，让他们后面会合。世子，怎么了？李贤妃说她饿了。也是，这一路舟车劳顿，确实辛苦了。那先不着急，进城找个酒家，大家吃饱了喝足之后，再去卢家。好。世子，已经去接李前辈他们了，车马慢了些，咱们先吃。别好。先点吃的，一会儿问路。好。
哎，二位，我听说啊，北凉世子要来阳城探望他大姐。这一个是不学无术，一个是不知廉耻，这对姐弟还真是一类人呐。我听说啊，这程斋先生的夫人将徐之虎骂作是两脚香炉，这件事啊，京城都知道了。你是有所不知啊，在宫里啊有个娘娘，跟程斋先生的夫人是同族，按辈分算啊，娘娘叫她一声侄女。徐之虎他这般浪荡，他卢家这点脸面往哪儿放啊？卢家的事儿，说给我听听啊。我就是在想，徐骁这样的人，走一步他能算10步。他为什么同意我们跟着徐凤年东行？我总觉得我们也会变成他手里的弃子。现在怕也没用，等事情临头了再说吧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不坐在前面那辆马车里啊？一代剑神还打呼噜，吵死了！我也不明白了，那2个小家伙在我边上上蹿下跳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怎么一到李前辈跟前，乖得跟小猫一样？那老头武功高，镇得住他们。所以说，武功高还是有用。当年西楚高手如云，最后还不是灭国了？那是北凉太可怕。国战初时，咱们楚国还是占了上风。我听说杀了黎阳朝不少大将。当年卢家嫡子领军被擒，被父王赐死了。哪个卢家？你说阳城这个徐之虎的婆家，那跟你不是深仇大恨啊？他们又不知道我身份，别担心。前辈，怎么，到酒楼了？卢家就在附近，前辈可以在卢家用饭。我都行，到了叫我。到了卢家之后，麻烦前辈帮我照顾好他家。还有，千万别让卢家知道江离的身份。你不跟着去啊？我要去江心郡找一个姓刘的人。要杀人？要弄清楚，他跟我姐到底什么关系？刘先生和徐之虎什么关系？你们都还不知道啊？是有了私情吗？刘先生是何等人物，文采经世，家学渊源。哼，这大伙之前在报国寺遇上了这没脸没皮的勾引人家才子，刘先生嗤之以鼻，根本就不理睬他的。然后可巧，被这刘先生的夫人给撞见了。这刘妻可不得了啊！听说跟娘娘都是亲戚关系。听说娘娘叫她侄女儿，那可不是嘛？怎么能容得下这种荡妇啊？你们猜怎么着？直接呀，一个巴掌就打上去了，打的是解气。如今阳城人尽皆知，我们卢家有这么一个儿媳妇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当时并非如此。哼，你还想替他抵赖啊？走走走，公道自在人心。算了，受委屈、被误解，心里自然会很难过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千万别哭。眼泪啊，要留给心里最重要的人，知道了？
北凉世子徐凤年车驾过阳城，请。打听过了，这里确实刘丽婷的住处。这人口碑如何？都说他文章不错，从小就很有才名。家族呢？刘家在扬州，只能算是二等末流氏族。那就不对了。哪里不对？卢家在扬州是1等1的名门，家主卢道林官拜礼部尚书，还在京城兼国子监右祭酒。这等人物，就是张居禄庄家了，也要讲几分情面。可刘丽婷多大胆子，敢惹卢家的媳妇儿？世子，全城都知道，是小姐先动了心，不是刘丽婷先招惹的。我姐何等的人物，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这男女之事，谁又能说得清楚？够了，真相如何，一探便知。舒修，看你的了。阁下是？在下卢东阳，卢府管家。卢管家好，北凉世子徐凤年路经此地，专为探亲而来。这倒巧了。卢府今日不会客，各位请回，择日再来。啊，我等初到阳城，并无住处。这与我何干？或者卢管家帮忙通报我家小姐。徐之虎败坏家风，有何颜面出来见人？卢管家，无论真相如何，还是麻烦卢管家通报一声。你干嘛？这家伙故意羞辱人啊！关你什么事啊？看不过去啊！哎呀，你忘了卢家和楚国的仇了，还往外跑，你不怕他们认出来？那时候我才多大，谁认得出来？都说北凉荒蛮之地，果真不懂礼数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今日不会客，我通什么报啊？哎呦，这魏舒阳也是窝囊，这都不发火。卢家和北凉结亲，那就是天然的盟友。魏舒阳要考虑两家关系，不会乱来的。哎呦，哎呦！这把刀。你好大的胆子！闹太大。这是阳城，这不是你们北凉。北凉行事待人，其实一直都很简单。待我以礼，还之以礼；待我刀兵，还之刀兵。卢管家莫怪。开门！快开侧门，让他们进去啊！开中门！开中门，要家主张口才成啊。我真做不了这个主，要不我去给你问问。不用麻烦了，把中门给我拆了。啊！来给我吧。哎呀，你就别跟着了，忙你的去吧。这人就刘丽婷，其他读书人讲究君子远庖厨，他倒肯亲自下厨，也算难得。娘子啊，
是我。我姐不会看上他。世子如此确定？我姐心里有人了。卢家病死的公子。我姐心里的人在武当山。武当山，那不都是道士吗？去办事吧。来，娘子，尝尝这个汤，我可是熬了很久了。还气呢？那气坏了身子就不好。气死拉倒，刚好趁了你的心。我实在是冤枉啊！你也知道，是那大妇主动缠我，实在是无妄之灾。那女子可比我年少。娘子，我对你是一片真情，怎么会对那种荡妇动心？你怎么就不信我？那女子不知廉耻，你以后少去见她。不行，避之不及，早会相见。尝尝，啊，别生气。夫人还没动筷呢，等吃完了再来收拾。这一下来越发没有规矩了，别生气啊。我去看看。谁啊？琉璃厅刘先生。这又是谁呀？都到家里来了。我也不认识啊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要做什么？哎，味道还挺好的。琉璃亭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夫人息怒，我当真不知此女是谁啊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进的府门？你给我出！哎，不是，息怒，别生气，叫人拿下，送官衙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叫人。夫人的簪子还挺漂亮的。你干什么？姑娘若是求财，把人放了，一切好说。我不要钱，只要命。刘先生的名声这么大，不如借命一用。我与姑娘素不相识，哪来的怨仇？你我并无仇怨，可我和北凉不共戴天。在下与北凉也并无干系呀。徐之虎是徐骁的女儿，那你应该去卢府杀徐之虎才对啊。卢府戒备森严，再说了，卢家还有一个唐西剑仙卢白洁在，我也闯不进去。这可亮堂多了。是不是闹得大了些？越跋扈，京城那边越放心。真守礼了，反受忌惮。毕竟是世子哲家，岂能受辱？咱进去吧。今日是卢府失了待客之道，我替管家们给各位赔礼了。罢休剑，你是唐西剑仙卢白洁。李剑神面前，不敢提剑仙二字。晚辈已久闻剑神大名，今日斗胆，愿领教两袖青蛇，砥砺剑道。你怎知李剑神在此？芦苇荡一战，李剑神威压四方，已传遍了江湖。前辈，可愿赐教？亲娘，大小姐，魏爷爷，大小姐，来得这么快。凤年呢？他去江心郡了。这个傻瓜。小叔，你这是？久别重逢，你们先叙旧吧。
我知道了，卢白洁是卢家人里边唯一把徐志虎当做自家晚辈的。姑娘要杀徐志虎，确实不容易。女侠，你要杀的是徐家人，我可是心里有啊。如今江南谁不知道，你和徐志虎面奸情热，杀了你，娘也常常心痛滋味。姑娘，那贱人虽然痴缠外子，但外子却对其嗤之以鼻，并无什么奸情。夫人怎么不跑？夫妻本同命，我怎能弃他而去？这么好的夫人，夫人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与那徐志虎并无牵连，还对其厌恶有加。你对他什么感觉不重要，关键是他喜欢你，所以杀了你，他一样心疼。姑娘饶命！女侠饶命！闭嘴！娘子救我！姑娘，我与宫里贵妃乃族亲，姑娘行事可想想后果。报仇的人不会想这么多。等，女侠，我能帮你杀了徐志虎啊？怎么个帮法？那荡妇对我贼心不死，我约他私会，他定然会赴约。这浑人也堂。我这就写信约徐志虎出来，你看我守护夫妻之礼，怎会逃脱呢？啊！也对。哎呦！你们可以逃走，也可以大声叫喊，看看有没有人会来救你。不敢，我寻笔墨。